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连续落大雨，南部的曾文甲乌山头水库的水量超过15%，南化水库嘛有40%，有小偷南部欠水压力。海巡署伫嘉义查到4000支中国进口造型加高水的电子烟的主机，现场嘛查到伊托米值市价超过6000万，抓到2个嫌犯。日本宇都讲市这几天有乌熊出入，七八开始学校停课，昨乌熊出现伫市中心，警消甲兽医出动抓到这只乌熊。来看，因为黄山河的方面甲西南气流，这2天落大雨。台湾南北各地水库水量是拢增加袂少，南部的水质嘛已经无遐尼紧张咯。曾文甲乌山头水库的水量已经超过15%，南化水库嘛有40%哦。因为南部外海阁有强烈对流在发展，水利署嘛望讲，雨阁继续落，予曾文甲乌山头水库的水量会当超过2成。因为南部的雨阁继续在落，上新的消息是，目前南投的林爱乡宣布过道停班停课，屏东县春丽乡的树文川下晡嘛已经停班停课了。水库集中区乌阴，因为伫车到地楼方面，还有西南气流落大水雨影响，全台湾水库拢有入效。其中因为顶半年降雨较少，水情较暗的南部，曾文甲乌山头水库脱水率到70透早为止，分别提升到16%，还有25%以上。山头这几天已经带来约7800万吨的水量，而南化水库也有4300万吨的这个水量，而曾文跟乌山头水库，我们预估这一波的降雨11号甚至到12号结束以后，有机会能够突破2成。除了因为洪做大水逼甲空的阿公店水库，南部水库脱水率拢有明显提升。其中南化水库因为继续伫咧南河沿下区引水，脱水率突破40%。南部山区继续落雨，希望对西南气流减弱。气象署透早已经解除较大规模，也是落大水雨的加强作业。不过各地要是有可能有短暂的强降雨。封面带上面目前就是在屏东附近，还有台东，整体上来说雨量还是比较偏大，那也有时雨量来到40毫米以上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其实整体上水汽还是有比较偏多，雨量上面也是有逐渐在累积的一个情形。屏东内部透早雨直落，予屏东科技大学的学生敢会当压雨上课。气象署表示，受到风面甲西南风的影响，未来这几天全台湾的天气要是真无稳定。除了13降雨有小可转雨，到后礼拜15为止，西北部地区甲东部山区要是有局部大雨，还有短暂的大水雨会发生，提醒大家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落雨天嘛发生未少的车祸，云林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透早5点外驶拖车经过西犁的溪洲大桥，可能是落大雨又搁积水哦，车去弄到电火条，嘛弄歹青阳灯。另外，伫中华总是有民众驶车失控去弄到八卦山的白楼冰车，驾驶和驾驶是无啥着伤。七早早起5点外，一名45岁姓陈的男子驶拖车头为云林西犁要往中华方向行，不过可能是因为迄当阵落大雨，路面的积水害驾驶激动出去，弄去离分隔岛顶悬，甲车阳灯跳扭倒去，现场是弄甲散压压。没有，那时候是顺的开啊，哎呀，顺的开，然后下太大了，下雨下太大，然后那边有积水了，哦，打滑整个撞过来这样。对。天雨路滑，不慎撞上分隔岛，造成号志灯杆及路灯杆断裂。经查，陈民未受伤，且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若查到暗时9点外，有民众驶踮中华市东滨路，要到有62年历史的中华八卦山白楼的时，嘛改成是因为拖卡伤骨，handle路换袂掉，为白楼的条仔甲弄落了，规只车是并倒过来。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返家途中，因雨势过大，视线模糊而自撞八卦山牌楼，导致该车辆翻覆，并经向驾驶实施检测，排除有毒驾、酒驾可能。另外，查到暗时6点外，国道3号南投往中华路段，嘛发生车辆因为雨水伤济出去，弄到内底的雨烂了，佮偏去弄到外车道的一只车，加在这几站车祸并无传出重大伤亡。警方呼吁落雨天就要驶较慢的，安全距离量较宽的，避免激动，挡袂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昨下晡雨嘛落甲真粗，
湾林客运一台公车内底嘛会滴水，车顶是有乘客压雨伞，有人甲影片翕落来，放伫网络顶头。客运业者今仔出面回释咧，讲因为车顶的导线通防水条上久后期咯，所以雨水在渗入来车内，嘛已经牵去维修咯。 明明是坐公车，车顶竟然出现压雨伞砸雨的画面。即阵仔台湾受到黄山河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各地头拢落大水雨。想袂到拜二下晡，中华有民众坐客运，车顶竟然嘛咧滴雨。其他坐车民众看到画面，都认为安尼受较旱。嘛有人讲，昨的雨是真正落伤大。这个我们没有做到，我们不可以乱讲，只是知道说昨天真的下很大雨。啊，你当然是有较旱啊。 你没有保养好啊，当然爱改善啦。啊不，这几天的客人的权益啊。你本身会觉得他们车比较老旧吗？车子需要代换吗？当然啦，可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如果要换，早就换了啊。 拜二下晡有民众坐湾林客运，当时外口当咧上大雨，想袂到公车车顶嘛咧滴雨，民众规气压雨伞出来砸雨。客运公司表示，这是因为车顶导线口的防水条老化出现空隙，才会滴出雨水滴入去车内，已经有安排维修。车顶的逃生窗口防水胶条老化，但是我们已经安排车辆进入原厂做胶条的更换以及加强造成。 乘客的困扰本公司在这边对各位致12万分的歉意。客运公司表示，目前已经有统计会涉水的公车数量，即阵仔落雨天未安排出车，卖赶紧进行维修工作，维护民众坐车权益。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第3会中否决3个中选会委员的提名人，行政院搁再补提名3个人，今仔嘛伫立法院审查，针对6月初3韩国地方选举发生选票无够，有上万民众上街头去抗议。调查立委是真烦恼，讲咱台湾敢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副主委的黄提名人沈淑辉是表示讲，咱的中选会印选票是以选举的人数来计算，所以甲韩国无同。 立法院3月中旬，甲3名中选会被提名人否决了。行政院最近搁再补提名3个人，分别是行政院前参事沈淑辉为中选会副主委，律师蔡伟德交法务部处长黄茂信为中选会委员。虽然使得中选会的人数达到8人，但距离中选会组织法的规定9人的下限仍有所不足。 那最近韩国地方选举爆发选票欠缺争议，调查立委拢真关心。台湾敢是会发生相像的状况？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辉指出，中选会印选票是以选举人数为准，有信心袂出现相同的问题。投票制度也有一些关系啦，因为可能还有开放海外投票，那这个选票的估计可能。 没有那么精确，选票印制是按照选举权人100%来印制。台湾袂去发现这个问题嘛？应该是没有。针对在野党推动无在籍投票的修法，沈淑辉认为目前国内移转投票较有共识，不过无包括通信投票甲书证投票，而且希望为单一公投开始试办。因为我们的9合1的选举，第一个选举权人人数非常众多，然后选举票的种类达到8000多种，如果这个要采移转投票的方式，针对9合1来实施，在选务上面是非常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跟困难性。现在现任政务官的身份跟你中选会委员这个独立形象之间，我们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啊！我在法务部担任查到会检这个行政的角色，并不会因为我到中选会就产生一个独立性，会产生质变。另外，互人提名做中选会委员黄茂信，因为有兼做政务官身份的义务，互人质疑可能有角色冲突，无适合出任。黄茂信强调，家己伫法务部主要是查贿选，到中选会嘛会独立评书职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针对军工教调薪，在野的立委又是提案讲，主张消费者物价指数起到3%，就应该爱调薪，还是讲至少适当就爱做一个检讨，要甲军工教调薪法制化。林书总处嘛强调讲，因提出的修法版本，嘛甲立委关心的代志拢加入去了。这个草案目前嘛伫行政院伫审议。一粒便当起5块，开日姆酥饼几10块，即马国内物价是扣起。要可讲一个人一直减少，死体的人一直变多，军工教调薪法制化的进度一直拢无看见，立委真关心。从你们送进去之后，现在2年多快过了，院版的草案
始终不见踪影。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在卡呢？院里面一直也在讨论我想我们会尽快把这个案子送过来。我们的草案大概就是 CPI 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会启动。即马军公告台股调整的机制，自参考的标准到决定的过程，拢互立委质疑黑箱无透明，所以做伙推动草案要来修法。主张消费者物价指数若是起3%，就应该爱起薪水，或者是每4档就爱做一摆检讨。袂使干那一直演绎因为毕竟在野党的版本已经排审了，因这到底是有什么窒碍难行的所在无？比较少用公司化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固定的，然后让这个必须要负责的行政院完全没有去考量这个整体国家的这个资源的分配。对着军公告调薪水制度化的代志，调野立委拢认同。虽然林氏总处嘛有提出家己的版本，嘛强调立委关心的代志拢有藏伫咧内底。那目前还阁伫咧行政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讲最近5档妨害医疗业务执行的通报案件，就超过1500件，一年大约是有300件。有立委是提案要修改医疗法部分条文，望讲会当来减少医疗暴力。另外，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嘛指出，讲甲金管会当个讨论新型的保险医疗险保单的开发。医疗现场常常出现暴力事件。今年5月底，台中丰原病院外口有查甫野家情咧惹事，和病院不敌赶紧封锁院区。今年3月，新店更新病院嘛同款传出医疗暴力的事件。酒醉的查甫情绪失控，用手骨弄伤护理师，因为安尼医术人员的人身安全一直受到威胁。立委提案修改医疗法部分的条文，希望会当加重刑责，包括提高妨害医疗业务的执行的罚款，并加重损坏医疗设备、妨害医事人员或救护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的刑责。那么，对于医疗暴力而致医事人员或救护人员死亡者，更应该提高法定刑度。医术人员的工作环境需要安全。台湾医疗的治疗模式嘛当在改变。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下一步希望会当推动伫厝做癌症治疗。未来癌症患者除了头摆化疗需要伫病院观察，只要状况稳定，而且顺利装设人工的血管，经过医师评估了后，就会当考虑伫厝接受后续的疗程。不过过去民众买商业医疗保单，大部分拢规定爱有大医才会当理赔，加做推动伫厝医疗上大的阻碍。我们现在积极的也在跟这个金管会讨论，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为着要解决理赔的争议，金管会邀请保险业者开会，专门检讨医疗险理赔的规则。赵宗良表示，一直拢有咧研议加沟通，甲金管会当咧研议新型的医疗保险单的开发。新的保单的开发现在正在积极，因为在年底之前就会有新的保单，就是对于这个在家医疗这些我们现在新的照护模式的新型保单的开发，对严格惩罚医疗暴力、守护医疗安全，到推动伫厝做癌症的治疗，放领保险的理赔，安全实际减轻医疗前线甲病患家庭的相定负担，拢关系到医疗环境未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伫嘉义一间徛街查到大型电子烟的分装场，现场嘛查扣4000支对中国进口造型正古锥的红矮电子烟的主机，现场嘛有查到做送私分段的依托米纸，主嫌是利用网络的广告甲这电子烟拢卖予少年囡仔，市价是超过6000万。全小组4月7号在嘉义市一间徛街，煞发现这是大型电子烟的分装厂，现场蹲真侪古锥红仔，其实这是新型中国造的一改性电子烟主机，佮有改造工具和化学溶剂，拢总查扣4000台电子烟的主机，9000外压的分段，佮有毒品原物料。这批外观成人注目的产品，用东港电话价港搞的行销，要来拐骗少年仔，加在专栏小组落尾抓到。会不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考虑？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希望政府有一些配套措施来去解决。这个可以从源头去制止这些罪，或者是说加重刑罚。外形根本看不出来，吸食之后才知道严重。当然要奉劝所有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青年学子，千万不要踏进这个毒品的泥淖。
54岁姓黄的主嫌捌犯过杀人罪，出监3冬。去年5月因为非法卖13000台电子烟红掠，竟然无反省，即阵含死嫌的女朋友咧变空，甲丧尸分段原料依托米子。参入去监油，虽然两个人证讲这是因家己咧用尔，不过警方也是真要急，嘛持续咧查这毒品的流向。那累积查获的数量是大概今年是最大规模，那市值我们初步大概超过6000万的新台币。那我们也成功的拦截这些电子烟流入，所以它这个调式是让这些年轻族群觉得非常的一个潮流，然后吸食也觉得是觉得取得也非常容易。所以这部分我们以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来查缉。姓黄的主嫌甲伊女朋友拢深入犯罪，落尾检方分别裁定5万和3万块交保，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和危害防治法移送侦办。海巡署强调，近来因为有真侪宗假毒赛车的社会案件，政府已经咧建议把这列做第一级毒品来严格处罚。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行政已经宣布讲，要甲伊托米池升做第一级毒品，要加重刑责。面对校园毒品的问题，国教行动人员嘛呼吁讲，行政伊就爱针对新型毒品来进行早期预警、提报立管的机制，来减少学生囡仔接触到新型毒品的风险。最近毒品毒驾的问题引起社会关心，行政院顶日有通过毒品甲毒驾防治专案，要加强执法甲重罚。拜三有专家指出，毒驾背后也有少年家接触新的毒品的风险，政府也要重视少年捌着毒品的情形。吸食的部分是落在18岁至25岁最多，那25到35岁次之。另外还有未成年的这个部分，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根据高检署执行今年第14届安基缉毒专案的资料，全国伫半个月内抓到188个摇头是学生也是少年人。各个行动联盟也呼吁司法院应该要针对成效强犯的问题，修正少年事件处理法，才袂让成人利用司法保护少年人的制度极歪歪。少年事件处理法。5月22号司法院的修法内底，就无成效共犯呐。你讲有讲无？讲了17个月啊。行政院、警政署、立法院、高检署、监察院拢有讲，爱处理成效共犯呢。17个月啊，司法院拢无做啊。民团虽然认同政府重罚毒驾的做法，但也指出重罚无法度阻挡新的毒品去接触少年家，呼吁行政院爱赶紧补破坑，针对追查毒品的源头，安怎避免少年家接触毒品，预防后一个新的毒品出现，建立更较完整的早期预警、提报、列管的机制。记者郭玉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南投地检署最近针对2件假毒骑车赛车案件，信后是认为讲驾驶的罪嫌重大，嘛更有可能再再犯的可能，所以向法院来申请预防性的羁押，法院嘛拢裁准。南投县德山镇120半暝点外，这台白色轿车先伫德山警察分局附近弄到路边的车辆停一路中远，然后搁向前驶，冲去弄路边的电火条啊，卡停落来。警方发现驾驶细心，反应怪怪，一车顶测出毒品，警方依法送检方侦办。要再水咩？内底啥？啊，内底啥？清的啦，清的。你这烟弹哦？对啊，对啊。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于车内及其身上查获依托米酯分装块、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胺类他命呈阳性反应。另外，草屯有一个姓谢民众骑机车予警察临检，做喙烂快胎，出现毒品反应的阳性，当场予警方抓去。虽然无出车祸，啊，毋过依法送办了后，检方也是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南投地检强力打击毒驾，伫这个月6号，针对2位使用依托米酯烟弹的驾驶，一定向法院申请收押。法院嘛一定拢同意收押入看守所。假毒骑车、赛车的案例直传出来，嘛引起民怨。
南投检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嘛认为这两个食毒的毒贩有毒驾的高风险，所以向法院申请有方性的羁押。法院嘛裁准，警方嘛强调，为着维护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会继续加强掠毒驾。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再来看，央行后礼拜4要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利率甲房市的管制敢会调整？央行总裁杨金龙今仔日伫法院备询的时指出讲，房市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到这，央行是无打算要搁再加严限制房贷。另外，利息敢会起咧？后礼拜4才会公布。针对这礼拜股市的起落，杨金龙是认为台股的修正是健康的。主计总处进前公布，国内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年就增加2.2%，今麦又搁倒转去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外界就关心央行伫咧18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利率决策是会动起来无起，还是升利息咧？央行总裁杨金龙车节伫咧立法院备询的时阵就讲，央行会采取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央行所谓的更精准的政策措施，利率调整嘛。那第三个呢，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呢，就是公开市场操作。杨金龙表示，针对央行未来利率决策，要等到10月才会对外公布。也那最近外资是一直咧卖台股，找到搁逼出历史当中量第2大的，而且台股为8月就开始落，8日又搁起动去。杨金龙认为台股修正是健康的。也那最近市场顶头的资金为买厝转做买股票，是毋是会出现大家拢伫咧贷款的问题咧？杨金龙就表示，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就到这，也就是即马这个阶段，央行未甲信用管制加强。考虑到新青安伫咧7月就要到期，有关新青安2.0的规划，敢会甲好业人甲老人排除咧，嘛变作是立法院备询的重点。银行建议缩短为3年的宽限期哦。都有听取各方的建议啊，包括公股、行股，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真正适用宽限期到5年的只有23%。行政院强调，要搁伫咧听各界意见做讨论。杨金龙嘛讲，央行有参加新青安2.0的讨论。台湾银行就表示，会以实务经验互因建议，也若有关新青安2.0，财务部会伫咧6月底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身心障碍家长讲哦，因为公共场所提供身障人士的座位叫做轮椅式，因的囡仔毋是坐轮椅，是利用其他的辅具，就无资格通使用。因认为讲真无合理，所以呼吁政府应该把轮椅式改做行动辅具式。孩子坐的是推车，而不是轮椅。我们在那个时候被拒绝购买轮椅席。当制度看到的轮椅不是人，看见的是辅具，而不是需求。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无障碍服务吗？只要有身心障碍证明，可以证明有轮椅座位需求者，无论他是轮椅或者是代步车，或者是手推车、婴儿车，都应该等同于需要这样子的需求。民间团体嘛呼吁卫生福利部应该主动甲交通部、文化部、体育部等相关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做讨论，应该爱保障身障者的权益。介看为了要服务偏乡的民众哦，代替伫2023年伫花莲的主治病院设全国头一个设伫病院的票务柜台。去年哦是因为光复乡做大水卡手无够，所以先暂停。最近搁再重新开放咯，民众是讲哦加足利便的。为桃园中立来花莲主治病院看病的刘先生，病看煞准备要提前返去厝，雄雄看到服务台有代替票务柜台，真惊喜。另外有真侪老大人因为未晓使用手机啊 App 订票，而且嘛买会到。就不要叫火车站去买，也不能在车上补票，就是给我们很大方便。哦，我觉得很方便啦，因为这边马上就可以买得到，那边有时候还要再排队。这个服务是代替伫全国头一个设置的病院票务专柜。2023年设置了后，却因为伫咧去年崩山湖救灾时阵，为着要调度人力，服务刷条超人，才先暂停。即马重新启用了后，特别加强服务时间。以前是1、3、5，每天只有4小时的服务，现在已经改成到每天1到5，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6小时服务。使用这个服务的人多吗？这也蛮多的啊，对啊，大部分就是有需求的人就会来。病院就讲，拄坐离火车头水网真近，不过坐车要5分钟，行路要半点钟。
病院内底设置票务窗仔了后，确实真方便。上济一天平均会当卖100多张的票，上歹嘛有40-50张。我们曾经有去跟其他医院做一些分享，比如说像云林啦，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如果可以的话，未来如果台铁也可以在其他县市，对这些偏远的偏乡的民众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跟帮忙。台铁强调，为2023年成立到今，票已经卖18000张啊。未来其他的偏乡病院是毋是同款会当设置，也着爱依照各地无同的需求，研究了后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议会追加预算，要来调悬县内各中小老师课后搁歇寒歇热的重点费用。也毋过，各中小附设幼儿园的老师说无，或者老师是真不满。县政府是强调讲，会搁继续争取用明年度预算来处理。幼稚园的老师伫教学现场教囡仔做手工，行政最近要甲老师兼代课重点费提悬。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就争取要甲县内各中小附设幼稚园的老师课后歇寒歇热重点费嘛提悬。不只个县府这个议会会期，敢若追加各中小教师的重点费预算。同样在一个教育处里面，可是课发科主导的国中小却已经先可以做调整，但特幼科呢？却是原地不动，所以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课发科到特幼科。课后重点费提悬无一致性，有一寡附设幼稚园的老师感觉无平衡，因认为幼稚园的老师逐工拢照顾囡仔，工课嘛真重，工课量无比国中国小的老师搁较少，太旧安尼无公平。县府评估了后，即摆编列追加预算，各中课后还阁歇寒歇热，下个辅导重点费。即学期开始，每节为450块，调起哩540块。国小课后照顾班加暗时的天才班，下晡4点进前为336块，起哩405块。4点下班了后，为400块调起哩480块，而且会甲顶学期补回去。学前课后延长照顾的一个部分，目前中央的一个补助的一个终点部分，目前还没有做调整。那我们后续会再跟中央这边做进一步的一个联系。县府就表示，中央针对学前课后延长照顾补助重点还未调整，会继续争取。也若家己扣钱的部分，为着要体贴教师的辛苦，嘛会甲重点费提悬，争取纳入明年的预算编列。记者综合报道。电子竞技敢需要定专门的基本法嘞？立法院今仔是召开公听会，专家学者是拢认为电竞产业值得发展，嘛认为目前的制度确实是需要补强。也毋过对于敢需要来制定基本法，是有无同款的看法。运动部长李勇是表示讲，明年是有编3000万的预算，要来协助电竞产业的发展。部长嘛认为讲，会当以目前的法规来做修法。电竞运动伫个世界正在加速发展，佮加上亚运将伊纳入竞赛项目。台湾伫个106年底修法，将电竞纳入运动的产业。正受科大电竞科技系主任谢铁林讲，台湾伫个国际赛成绩出色，毋过面临资源欠缺佮社会质疑，必须选手流失。现在很多打得很好的选手都跑到那个其他国家去了，好，所以我们在教育的现场里面。已经找不到一些教育的老师过来先教学。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谢铁林认为需要扩大产业合作甲补助，各立法支持电竞产业，而且国民党立委罗定伟、郭如君表示，电竞有跨领域的特性。而且政策分散伫个无同款的法规，才会提出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不过，全国律师联合会咨询委员会指出，基本法只是轻计法，不是作用法。在现行的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还有国民体育法，跟这一个所谓的可能的基本法产生叠床架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家长团体强调，无反对电竞产业的发展，不过草案看起来是经济法案。希望会当改有教育主体、有效保护家庭平衡的安全性质的法案，包括全面排除类似博缴的游戏，嘛向国外学生运动员设定合约底线的机制。校园电竞要纯净，学生学业生活要有红线，选手转衔专款要落实。运动部长李勇伫个公听会进前受访问表示，基本法的位阶真悬，也是希望对现有的法规去深化落实。
按照现行的状况来讲，明年的预算我们也编列3000万在电竞这个产业，然后希望可以去发展。李勇表示，电竞将会纳入运动企业贷款的白皮书，国发基金嘛会投资运产基金支持运动赛事、甲市场推广等措施，而且教委会调委罗定委已经排定公听会了后，教委会将会进行草案逐条审查甲询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陆军一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撞伫阿曼外海，互伊朗的无人机拍到，摔落去海里。美国是随派无人的军舰，将2个飞官救起来。美军嘛讲会针对伊朗展开总统川普讲的非常强佮有力的报复，恐惊这嘛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甲伊朗的谈判。美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车到伫咧荷堡州海峡阿曼海峽巡逻的时阵，去互伊朗的无人机击落来。美国的消息讲，这应该是伊朗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那顶悬2个飞官伫载落海2点钟了后，互美军的海贼无人船甲救起来。这嘛是美军头一届远端遥控无人船甲大海人救起来。对这件代志，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嘛发文讲，荷堡州海峡毋是国际水域，是伊朗甲阿曼做伙共同享有的。那海顶的界线是非常的明确，目前拢无证据，所以嘛对美国发声，若要来确保安全，就要离开这个所在。那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向击落来，美军就强势回击，伫咧伊朗南部瓦郡荷堡州海峡的3个所在，马上就去甲空袭，嘛轰声美军将2个水库甲剪掉。But it appears at the moment that Donald Trump says the U.S. must respond. He said the U.S. must of necessity respond to this attack. 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开表示，这是一场自卫性的打击，是针对伊朗完全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做的对等回应。嘛引起伊朗革命卫队派无人机来报复，车闸针对美军驻巴林第5舰队，佮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若伫咧局势进一步升级进程，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说真紧就宣布结束攻击。I think perhaps hints at the fact that Donald Trump is somewhat loath to re-escalate this conflict. 美军这实施怒火军事行动，自2月底到今已经超过100天。虽然美伊双方继续咧接触，但毋过停火谈判一直拢调伫咧伊朗的核计划，也佮开放荷堡州海峡2个关键的争议顶悬。The blockade continues to hold 100%. Nothing is getting through our blockade. No oil, no income, no nothing. 就伫咧阿帕奇直升机去互伊朗的无人机击落来前几点钟，副总统范斯当接受 CBS 的专访，伊讲美伊双方即马和平协议已经是要讲成啊，毋过目前看起来双方的局势佫继续咧加悬，互外界都咧烦恼。美伊双方的停火敢佫要讲甲破局啊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再来看日本的宇都宫市，6月7日开始后，连续3天拢有人看到乌熊。烦恼安全，市政府是宣布7月开始，市内94间的中小学拢停课。昨午这只乌熊是出现伫市中心，警消甲兽医是赶紧出动，要来掠这只乌熊哦。伫昨昏当地时间下晡3点45分，兽医发射3层的麻醉枪，这只乌熊总算分去，马上掠起来咯。民众是讲已经烦恼几啊天咯，即马总算会当安心咯。几个工作人员做伙甲这只昏迷乌熊扛上货车载走，暂时结束伫咧宇都宫市有熊走出来的危机。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讲相关单位伫咧初到下晡2点外接到民众的报案，发现伫咧市中心有一个徛街的大亭有乌熊伫遐大蛇。宇都宫市马上派大批警消人员参市立动物园的兽医专家做伙甲伊掠起来。这只悬差不多1米的亚洲乌熊，是伫咧初6早起去互民众看到，大家拢去甲警消单位报案，佮民众翕到这只乌熊伫咧社区收水隔壁的画面。家の近くなので、まずは家族を家に出るなという形をとってずっと見てたんですが、またよじ登ったんですよね。はい。这几个月，日本小说发生熊撞出来代志，伫咧大路咧乱蛇，伫咧学校动害，互民众惊甲强要破胆，有人受伤，嘛有人死亡。打进宇都宫市有熊撞入去市中心，94间的中小学全面停课，那宇都宫大学嘛暂时关起来。今までこんなこと初めてだったので、そうですね、びっくりですね。うちも近いので、怖いというか現実味がなさすぎて。怖いという感情も特別生まれなかったです。最初はこう近くに来るまでは。
NHK 电视台报道，兽医师发射2档的马射銃，头2发拢无击到，一直到第3枪才去甲射到。5分钟了后，这只熊就失去知觉。专家事后检判，这只乌熊伫咧市区大扫几啊天了后，体力失真多，所以着马射枪了后，无偌久就袂震动啊。根据统计，日本自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各地熊总出来代志超过5万件，造成200多人受伤，13个人不幸来过往。主要是伫咧东北地区的深深、岩手、宫城，抑个挖进日本海的新习惯。即马伫咧都市的五都公司嘛，传出有熊撞入去，互民众是愈来愈烦恼。公司新闻，徐家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新竹市高水路一间便当店昨透早爆炸，初步了解这应该是加速桶爆炸，除了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附近的建筑物嘛受损。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派建筑师来进行结构安全的检测。即马受灾户是真烦恼赔偿的问题。看到已经破了的门窗，实在真无奈。拜二新竹市高翠路便当店发生加速爆炸，造成2死2伤的意外。爆炸的规模唔但造成建筑不严重损害，附近的店家甲邻家厝也受到影响。拜三大家开始清理家园，面对这么严重的损失，把烦恼刷落去，唔知影要找啥人来赔。像哦，系啊，早我嘛唔知人赔啊，无人赔。对他这人就跟2条命。玻璃四散啊，然后货架也都乱七八糟，他们做生意的一定会受影响。然后还有包括隔壁的面摊啊，他们的那个天花板都掉下来了。市府指出，刷落去除了会先办理建筑物结构安全评估以外，来协助受灾户去处理保险赔偿的问题，或者先用灾害准备金来帮助受灾户负担相关的修理费用。那这些受灾户，我们会以灾损金来协助他们先做第一波的复原。那后续这一些市府支付出去的灾损金的代偿，我们会再以这个市府的这个律师顾问团来向这个当事人来进行求偿。消防局针对爆炸原因，目前初步判断是甲输桶的管线断去，加上现场拢总有4桶的甲输桶，再造成这么严重的意外。就是它是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这2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发生爆炸的便当店是指出，店保公共意外险以及火灾保险赔偿问题，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了，再等看刷落去安怎处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公山有桥倒摆民众停伫倒弯的车道，但要倒弯，车顶已经降落，也毋过伊嘛是毋敢骑，互后壁的驾驶饲喇叭。这桥倒摆民众是讲着爱等到倒弯的箭头出现，才会当倒弯。也毋过交通规则是规定讲，车顶毋但会当行，嘛会当正弯倒弯。那等坚持要等到倒弯的箭头出现，等到是违法，会罚款1800块。圆形绿灯可以左转。有箭头不掉了，你一定要等箭头啊！看到车顶倒汽车驾驶提醒奥多拜驾驶会使倒弯，不过奥多拜驾驶就是无要行。这是高雄公山河堤路甲金桥路口的青红灯，因为有圆灯甲倒弯的箭头灯，到底爱看倒一粒灯好行，也是有真侪民众杀无涨。绿灯的话，我知道代表是直行，然后有转弯灯的话，它是会比较明确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转。所以如果两者同时并存，我会看箭头灯。有那个箭头的，现在都不敢转。为什么啊？有箭头的不是要等那个左转箭头吗？民众讲倒弯爱等箭头灯，虽然听讲伊的车顶会使弯，不过惊有争议，唔敢安尼做。这篇大文也引起讨论。其实，伫高雄有袂少路口青红灯是当时有车圆灯甲箭头灯的，亲像公山这件安尼交通争议嘛不定发生。警方讲，看到箭头灯道，照指示画这无问题。你若是圆的车顶道，只要注意车，无论正滑、倒滑还是直行，全部拢会使过。圆形绿灯亮起时，车辆即可直行或转弯。该名驾驶之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强调，圆的车顶是全方向拢会使行，奥多拜驾驶因为无遵照号志骑车，已经挡到后面的车辆，影响交通，相关会当罚1800块。民众后过若是拄到，一定爱记得圆的车顶会使行，千万唔通戆戆了时间等，搁爱食罚单。记者郭家祖、邱超勇高雄场报道。石门水库经营观光船的业者是真怨叹，讲今年的生意真歹。
落雨天免讲，平常时人客嘛真少哦。因讲有人客反映讲，遮歹停车嘛袂啥餐厅无介方便。也毋过附近桃园和兴区新溪口吊桥整修一档，最近是开放试营运，拜六礼拜游客是拢真侪哦。所以区长就建议市政府会当来中溪石门水库纳石公路来带动观光。几排船停伫咧码头无驶出去，连续几啊天落大雨，水坝还佫岸边啊码头拢无虾米观光团来遮，若石门水库嘛无虾米人。桃园市渡船游艇商业同业公会讲，过去每一个月坐船的游客超过7-8千人，啊毋过即马剩无到5000人，32只船的船主拢艰苦坐挂。游客他们反映就是没有停车位，没有餐厅可以吃饭。没有化妆室。以前有做过啊，做过好几次了。我们觉得做的太吵了，那个船都没有什么改变呢。就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嘿嘿嘿。桃园市和兴区新溪口吊桥、虹桥整修一档，最近重新开放试营运。6月30进前免收门票，休假的时阵游客拢超过2000人。和兴区长讲，目前的游客若要来和兴，就爱开车，建议市府就爱重新启用石门水库纳石公路的游船路线，带动观光，甲水路甲山区的景点甲串联起来。在7、8月石门水库水位回升看看怎么规划蓝色公路。跟新溪口吊桥、跟沿岸罗马公路的景点的整合。今年下半年也会规划搭配台湾好行、大龙门线、小乌来线，推出石门水库蓝色公路游湖船票。管理局表示，今年1月到5月石门水库游客总共96万人，比去年同期94万9更较悬。为了行销石门水库4区唯一的观光资源，下晡当卖规划台湾好行的公车结合游湖的船票，要来打造桃园市水域观光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推出金纸集中烧哦，所以民国108年就启用全国头一座的专用炉，也毋过嘛是烧袂起。有议员是讲金纸蹲甲拿山，有诶佫放甲生果，嘛发现讲哦，民众伫过往了后火化，桥村的骨油啊，嘛是交予环保局，所以议员是要求市政府得赶紧来检讨改善。就是已经到了封闭。规个站坑场内底拢是单要化掉的金纸，毋但已经塔甲天棚悬，有诶嘛已经放甲生果卡地路死。台南市议员林彦竹讲，市府为着环保，即个推塑纸钱集中烧，包括庙寺、拿骨塔等等。今年敢若清明都有350栋的金纸要烧，不止个台南的纸钱专用炉，一天上最少敢若会当烧14栋。金纸烧透袂去，甚至有过年拜拜金甲单价袂花，民众听到拢讲实在伤寒。差不多1礼拜左右烧烧的，安尼较合理啊，无你也放遮久着，人迄个无意义啊。你若无够人吼去处理这吼，一开始就唔通捡做伙啊，吼，阮家己去烧就好啊。你这你清明金搞放甲变过年。那金纸即个亲像山，议员烦恼可能到7月半普渡嘛烧袂完，也有先人火化了后的骨头区，民政局甲无扣入金刀红的骨油啊，交予环保局处理。毋过落尾煞是再去甲粪扫水沟土坑做伙，议员去噗噗讲，这款做法有谁会当接受？民政局你爱甲伊扣互清气，你无你就甲加做护肤，你要去甲树葬做伙，坑做伙，这才是吼。对人道的一种尊重啊，无即马唔是啊，即马就是甲你淡落甲，我相信讲，咱的家属人安尼，你会感觉安那？之前专炉园区大概还有150公吨的一个库存暂存，依规划呢，将在6月底前烧化完毕。那至于未入瓮剩余遗骸的处理，民政局呢将另觅专区来进行一个处理。市府强调，未来先人骨头区要搁交予环保局处理，而纸钱集中烧的部分，会伫6月底进前处理好势。南山公墓殡葬专区嘛准备要正式环保金炉来倒烧。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雄台南采访报道。去年金蕉捌起价1公斤150块，今年金蕉大出，所以屏东的大卖价敢若剩1公斤10块到15块，农民是真无奈。县政府的农业处是表示讲，会来增加金蕉的出口量，嘛呼吁民众最近会当加食一寡金蕉。
行入金蕉园，农民无用整理树仔顶的细丛金蕉，看到金蕉产量好，农民煞拢欢喜袂起来。原本去年每公斤阁会使卖到200块的金蕉，今年价销一直落。这2礼拜的市场价销，剩每公斤10块至15块，甚至有的收价只有1公斤8块左右。农民表示，即马金蕉拢熟啊，就爱挂，毋过卖愈济，了愈济，损失惨重。出工钱请人来挂嘛袂好。漂亮等级的 A 蕉啊，公斤才8块啊。那次级品 B 蕉啊，公斤就剩3块左右啊。我后面这一堆啊，是次级品都不如的，就只能当肥料啊。一下天气热，量太大的，全部的一些香蕉全部都采收。今年金蕉一路金蕉拢40公斤介济，伊的产量加3分之一走出来，所以哦，一时食袂起，食袂起台湾的物件，若食袂起，就是一定崩盘。价销会博到遮尔低，一部分是因为顶半年气候稳定，金蕉产量大出，结果雨季集中，农民惊受雨水影响，拢提早收成。另外是气温悬，金蕉买倒去厝，放无2工仔就开始定点，民众买意愿降低，市仔销路就无好，两个因素致使今年金蕉3月开始价销就一直落。另外，我们也会跟农粮署这边来结合来促进产业、促进企业来所谓的增加认购来增加它的消化量针对金蕉价销大落，县府农业处表示会和合作社参详，增加金蕉出口的销路。店头表示，今年因为金蕉发了好，产量稳定，价销自然就会加。希望民众会当加捧场，支持农民。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日式和平甲学者合作，针对全台湾六大渔港调查发现，讲即马掠到细只鱼的比例是超过70%。也毋过，渔业署是认为，这应该爱有长期的监控，避免误差，嘛袂当干那调查鱼市场。伊嘛强调讲，最近5档沿海鱼的数量拢算是真稳定。而且和平镇湾在访六大渔港内鱼市场，翕了各种鱼仔的相片，甲学者合作，透过 AI 比对标出鱼身长度。3档内发现细只鱼仔有增加的趋势，2023比例是77.7%，到2025来到93.3%，其中30种鱼仔超过8成拢无达到成成小体长的50%。其实它真的是有过于的现象，而且是蛮严重的，而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它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它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而且和平认为近海鱼仔的体型是哪来哪细，进一步透过专家自动辨识系统资料来算出渔船海上作业的时间，指出宜兰、澎湖、屏东3个县的渔船停留的时间有较长，怀疑是咧违规拖网作业，犯了现出时的执法强度空间是无够。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渔业署回应，渔业资源要有长期监测的数据才通了解，避免采用偏差，袂当靠单一市场。渔业署是采取渔船进港下鱼随机调样，甲观察员定准采样等等多元的方式，确保采样会当反映族群的结果，也正是透过安尼方式针对鲸、虾培育好定掠鱼的管理规定。嘛强调渔业资源评估需要搁较长期、全面、连续性的资料，才会当反映资源变动的情况。那最近5档近海掠鱼的量是维持伫17万吨左右，正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树川翕一影片，小解3点煲的卤肉饭。李树川伫影片中是讲3重，所以真侪人在讨论讲安怎讲才正确。那么来听台语专家安怎讲。这个3重上好食的卤肉饭，无食卤肉饭就是无来3重。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拍一个影片介绍有名的卤肉饭，说因为第号名在台语爱讲3重还是3点煲，引起大众在讨论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实际来到捷运站听站名的台语播音安怎讲？捷运站名播音有像3重国小讲3重，也有人讲3点煲的。其实这2种讲法，台语专家表示拢有人讲，而且在地嘛有人讲3点煲的。这个发音对台湾历史上第一份报纸1915年的台湾教会公报都有记录。有人写教字，甲伊讲做3重，你若讲3点煲是较算偏专业。另外在地人我嘛有听过讲，我问讲你住倒，伊讲伊住3点煲，一般就是讲一片较宽较大片的土地，拢会叫做煲啦。另外有人甲3点煲讲做3连煲的，有学者解说讲，这是语言学内底主音刀弱化变做老的现象，所以医疗嘛有真侪人讲医疗。
那地河名研究员是表示，其实三电波是照开垦发展的顺序河名的，所以讲有头电波、二电波甲三电波。在清朝甲日本时代的古地图拢有记录。那三电波会有三重的讲法，是日本时代行政区改制的影响。应该是清朝的时阵啊，汉人开始开垦这个淡水河西化。头一个开垦的所在，就是即马咱成做的头电波，过来就有二电波嘛，尾啊就是三电波。三重这个名是日本时代大正9年的时阵，因为迄当时有一个行政区的改制，做者迄个新的地号名就是迄个时阵出来。比如讲三电波就去改做三重，还是讲邦桥去改做班桥。研究员表示，地河名的讲法会因为政治历史的影响有无共款的改变，语言嘛有竞争的现象，所以有的较侪人知，有的较少人讲。地河名可能毋若一款讲法，研究员嘛呼吁名种主人要需要尊重在地人的讲法。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咱来看巴西哦，最近有一支完全拢是巴西原住民组成的职业骹球队，队名叫做原住民队哦。因是强调讲，毋若要去球场来争取胜利，嘛望讲会当透过骹球来拍破社会偏见，为原住民长期面对的土地纠纷、甲暴力威胁来发声。日头请爷爷球员咧训练，因的面阁有画特殊的记号。因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马里卡一支叫做原住民的职业骹球队。因队球员甲管理层成员拢是来自巴西各地原住民。教练团拍走，去全国的部落，找到有能力却无机会进入职业体系的骹球人才。Ligar para vários empresários do Pará, de Rondônia, do Amazonas, do Acre, de vários locais da Paraíba, onde eu sei que tem comunidades indígenas, eu procuro ligar, eu procuro saber onde tem um talento escondido, onde tem um talento que não teve oportunidade, que de repente vindo para cá consiga se tornar um atleta profissional de alto rendimento. 球员健身训练提升技术，不过对俱乐部主席兼船长的杜佩来讲，摕到冠军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伊表示成立这个球队是为着对抗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甲歧视，提高原住民的社会地位。球员在参加比赛时，也按照传统伫身躯为战术的测绘，代表身份认同，佮有拼到底的精神。Nós queremos combater o racismo, nós queremos combater esse preconceito todo que a gente passa sobre porque a gente tem a nossa maneira de ser, né? 根据统计，原住民敢若占巴西总人口的0.8%，却常常成做暴力攻击的目标。当年拢有数百人因为土地纠纷来失去性命。俱乐部的主席期待这阵球员未来毋但会当踏入去传统的豪门俱乐部，甚至加入国家队，让原住民的力量伫国际骹球坛会当顶位风。镜头来到里约出名的罗西尼亚贫民区，志工甲艺术家邓无用伫车路咧画图。这是巴西4年一届的传统。伫世界骹球赛进前，社区的民众会用代表国家的黄色、绿色、甲蓝色来装塔公共空间。这种集体创作，若是为着支持国家队，也是贫民区的居民向外界展示，就算因的环境无好、真善者，因有缘有能力会当甲家己的理念、甲美学实现。O início dessa arte, né, onde a gente coloca as mãos, né, como os barracos, né, as casas, como trazer o imaginário que os moradores, né, eles são capazes, são muitas mãos envolvidas e eles são estrelas desse processo, né? 无论是伫骹球场咧拼的原住民战士，还是实现美学的贫民区居民，骹球伫巴西早就已经毋是单纯的体育比赛，伊正做社会别因群体抵抗偏见，甲同款认同箍我来，并且向外界展现自我价值的厉害的武器。即马世界骹球赛特别到啊，这个来自民间的力量，也会继续伫社会各所在有发挥。公司新闻电视人编译。黄山号的方面哦，沙向南已经到巴士海峡，台东恒春半岛哦，嘛已经在落大雨。今仔嘉南北海花，佮有东部、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嘛拢有可能会佮落大雨，所以嘛要特别注意单位讲甲强阵风。地势较低所在，就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淹水。落雨落几啊天咯，山区哦嘛要特别注意防山。下晡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5度。
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